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井底之蛙。有隻青蛙一直住在井裏，它每天只看到井口上面的那一點點天空，因此以為全世界只有井口這麼大。有一天，井口旁邊停了一隻小鳥。青蛙問小鳥：你是從哪兒來的？我怎麼從來沒見過你？小鳥回答說：我從很遠的地方來，飛了很久，停在這裡休息一會兒。很遠的地方？別開玩笑，天空只有井口這麼大，怎麼可能飛很久呢？青蛙驕傲地問。小鳥搖搖頭說：你一定沒跳上來過吧？天空無邊無際，比你所看到的還要大得多呢。青蛙不相信，小鳥接着說：你一定也沒見過大海吧？大海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魚和水草，生活在海裡比生活在井裡有趣多了。青蛙還是不相信，小鳥又說：不信你可以跳上來親自看一看哦。青蛙跳出井口一看，才真的明白，原來自己生活的地方實在太小了。大家聽完呢個故事，你想做井底之蛙定係做小鳥啊？下次見，拜拜。